一寡电影或者是囡仔故事，拢有讲到终生不老的故事。外国科学家研究发觉讲，人血受长短和染色体一款叫做断裂的蛋白质有关系。因为断裂大概细胞分裂了后，就会变较短。科学家拢总做上千个共年纪的人来做试验，发觉讲断裂愈短的人，安尼身体年纪嘛会愈短。爱加补充抗氧化剂，对着断裂生长有帮助。也毋过，咱台湾的医生认为讲，年岁愈来愈济，断裂自然就会变较少。想要终生不老，根本就是无可能。电影内底歹人想尽办法要互家己袂死。即马科学家发现，影响咱人类的血受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甲咱的染色体尾有一种叫做断裂的蛋白质有真大关系。这个端粒是维持这个染色体的稳定性，所以当你这个端粒每一次分裂要短一点，每一次又分裂要短一点，那短到不能再短的时候，这个细胞就等于没有办法再分裂，所以就等于老化。所以这个端粒的长短，事实上不止稳定染色体，也代表它老化的程度。美国杜克大学找900外民众来做试验，大家年岁拢是38岁，毋过测出来生理的年岁，有的人较少年10岁，有的人却是61岁。斟酌观察发现，生理的年岁较少年的人，染色体内底断裂较长；生理的年岁较济的人，断裂较短。科学家认为断裂甲血受有真大关系。另外有一种讲法，生活无正常，也是压力伤大，断裂就会变短。想要互断裂变长，国外研究讲，若是查某人少年煞5年，则综合维他命加抗氧化剂，染色体内底断裂长度会增加8%。国内医生强调，年岁愈大，断裂增加活性会愈歹，所以咱人无可能永远拢袂老袂死。确实可以靠着这个平时的饮食习惯来维持这个它的长度啦，避免老化。医生讲，若是无希望身体退化甲伤紧，也是加食菜色果子，补充抗氧化剂，才是上重要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